各位大家好啊！今次前往內蒙古再到漠河，啱啱抵達深圳機場，而家準備出發啦。咁啱啱 check in 完，咁啊而家4:03，揾個地方食下嘢，休息一下先。好，出發。第一日從深圳機場出發去海拉爾，搭乘深圳航空公司2CH8117號航班，早上6:15起飛，10:55抵達海拉爾，機程大概4小時40分鐘啦。機票連稅928蚊。落到機場之後，就先去攞行李，之後就 call 網約車去酒店，車程大概20分鐘啦，好快就到啦。終於到達酒店啦，住嘅係如家瑞柏雲酒店，就喺呼倫貝爾古城隔離，出入好方便啊！港幣350蚊一晚，都算唔錯啊！放低行李之後，我哋就出發呼倫貝爾歷史博物館啊！好，各位大家好啊！咁我哋而家就到咗呼倫貝爾歷史博物館啊！咁陣間我哋入去呢一個歷史博物館入去睇下先啊！好啦，我哋入到嚟博物館啦，呢度展覽咗好多反映當地歷史文化嘅文物，其中最震撼嘅就係館入邊陳列咗長毛象嘅化石啊！呢啲化石保存得相當完整啊，可以帶你穿越翻幾萬年前嘅草原時代，了解呼倫貝爾嘅自然演變同古人類生活。跟住我哋去到成吉思汗廣場，廣場有成吉思汗同蒙古武士嘅巨型雕塑啊，好有氣勢。呢度仲有植物園同湖泊，環境寧靜，喺度靜靜坐下都好舒服啊。離開成吉思汗廣場後，我哋就沿住伊梅河畔慢慢行，沿途風景好舒服啊，藍天綠樹，仲喺哈薩爾大橋望到靚靚嘅日落，真係好愜意啊。步行全程大概30分鐘就到達呼倫貝爾古城。夜晚嘅古城燈火通明，街道兩旁有好多文創小店同地道美食，好有民族風情啊！行完夜街之後，我哋就返酒店休息。第一天行程完，明天繼續。